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3月18日，当两出局，两好三坏时。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士师记19到21章，金句记载在罗马书8章37节。在这一切事情上面，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我们有看过棒球，那最精彩的时刻，我想莫过于棒球场上已经两出局，两好三坏，而且挤满挤垒的时候，只要投手将球投向本垒板，那么跑者都会提脚就跑。我们的人生呢，是提脚就跑吗？是啊，人生很多人常常用赛局来比喻，因为这是我们很能够去想象，大家有共同的经验。即便我们不打棒球，但我们也对比赛很有观赏比赛，一起经历跟球员或那个运动员一起被激励，或甚至一起被挫败这样的经验。今天的士师记来到19章跟21章就是我们的最后，而我们或许会想，那这是士师记的要结束的时刻时期吗？我想这是我们过去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觉，以为第1章到第21章是按照顺序的。其实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其实他们讲到其实士师记如果按照时间，就是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应该第17章到第21章是这个士师的早期是早期才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个疑问既然是早期，那么它一定是跟约书亚很近那么荣耀全盛的约书亚时期，怎么会接续的竟然是这么荒凉失败的士师时代呢？我想我们只能说人的灵命的光景是没有保证的。也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或许我们还能够是属神很属灵的，可是我们真的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你说叶牧师，那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是士师记的早期呢？你从哪里知道？其实我们从昨天18章第1节其实就已经有看出来这是未得之地也就是指派人为得地为业到30节的时候，他提到摩西的孙子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有吗？今天的经文更是19章第10节到12节耶路撒冷仍是耶布斯，是外邦城。我想这有许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知道但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这么快这么快就失败或许有人说，是因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么有王就比较好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在撒母耳记上其实已经也要讲了，12章12节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也就是说，士师那时候虽然没有名目上的王，而他们也没有把耶和华当作是他们的王也就是没有把主基督当作是生命中的首位，而个人任意而行以至于个人跟群体就失败。所以有人说，从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人性，对，
我们人性就是很任性啊，当然是任性，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从今天的这几章就看到，哎呀，竟然啊，他们这个离约书亚跟他们立约才没多久，他们就把这个力气是花在竟然是24支派之间的这个征战，而那个源头其实是在昨天的经文他们已经离开上帝，他们背道而驰，以至于来到今天的经文，这个就是发现24个支派之间的这个征战。很可惜以色列的支派他们没有把主当作是他们的王，以至于约书亚过世之后，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是平行的。或许我们会想，约书亚没有带领好他们。我们可能这句话我们要再想一下当我们现在也是人人皆祭司的时代我们直接对神来负责，而当时候约书亚真的是不失是一个好的领袖，他把12支派都应该分派的就分派给他们，而他们失去了准，觉得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这也正在讲这个时代的我们我们是觉得我们都是一样大的我们都是人人皆祭司，所以我们不用顺服谁我们只要对主负责就好了。这是最好的，但我们是真的对主来负责吗？我们的主在那时代，耶和华吩咐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赶出那里的居民，并且把他们灭绝尽尽，但他们没有遵命，反而跟迦南人妥协。现在他们却为了要吩咐的问题，把自己的兄弟支派灭尽。哇，这个是何等的讽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看到利未人，他在19章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妾离家，没有尊重这个妾的地位，而自以为是，那么其实这已经种下那个祸根了。那我们又看到这个接续下来一些让我们不能明白的，很多不能明白，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时代。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为什么要把妾的尸身切块，他向以色列人陈述基比亚的恶行是事实吗？我们看到19章29节，到了家里，用刀把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我们会说，哇，这个太恐怖了。对，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一个国家遇到急难，一个民族的领袖，他会采用一些具体而恐怖的方式，召集大家来惩治罪恶，抵挡这个外敌但这在其实都在讲着说，那这个都是在讲什么？说这个是那时候的风情那时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早就说，在迦南地的这一些，我们不要沾染他们的这个文化宗教。利未人正是丑恶丑陋人性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在都在指着我们，因为人人皆祭司，我们的心不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警醒，我们离了神，我们没有保证的，而是我们有一个神的保证，是我们只要愿意认我们的罪，我们是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一个提醒保证，我们要尊重主的主权，我们千万不要人意而行，我们要尊主意而行，尊主为大，这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命是不得罪神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过去的人所犯的错，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已经到了第几局，不管我们几局，我们都有可能得罪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神差遣我们，在这时代我们是可以逆转神的，只要我们愿意尊主为大，为主所用。我们愿意吗？我们的主其实已经得胜，只要我们愿意好好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得胜的君王，这世代再怎么改变，主，你就是我们的王。主，我们尊主，尊你为大。主，你就是我们这世代我们每一个人的王，你就是我们的主。主，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群体，我们的教会，我们不失了准。主，让我们天天活出主你得胜有余的生命，使我们对你有交代，使我们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真能够说，主啊，我们已经跑完人生的路。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尽心尽力，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我们明天见。